雖然天空放晴，不過南丫島海難39個死難者嘅家屬1個星期之後，仍然未能夠走出喪親嘅陰霾，心中嘅傷痛依然唔能夠忘記。星期日係南丫島海難死難者嘅頭7，出事嘅港燈公司聯同香港道教聯合會喺下晝2點喺鴨脷洲港燈碼頭為39個死難者舉行道教超度法會，過百個家屬着上素色衫前嚟參與。港燈高層之一工程及發展董事尹志田都有出席。一班家屬先喺碼頭上上香致祭。3鞠躬，又向死難者鞠躬，希望佢哋安息。220個道士喺碼頭前設壇，焚香誦經，超度死難者。其後港燈安排船隻接載幾十個家屬同道士前往當日撞船嘅現場一帶水域進行接近3個鐘頭嘅海祭。家屬向海撒溪前同菊花，又喺船上焚燒祭品。各人都非常哀傷，現場一片愁雲慘霧，令人心酸。除咗主辦單位安排咗船隻俾傳媒出海之外，唔少傳媒機構亦都自己租船隻，務求拍攝到海祭嘅情況。而喺陸上成個下晝都喺度進行儀式，歷時超過4個鐘頭。家屬上岸之後，再度向亡魂上香，再將一個個衣包拎去火化之後，就陸續離開現場。對於喪親之痛，都不願多提。亦都有個別家屬前往南丫島榕樹灣碼頭，喺道士引領之下拜祭。而海難發生之後，本港唔少市民都以各種嘅方式哀悼。18區民政事務處話，喺上星期4起一連3日，收集到36,800個市民喺弔唁冊上簽名，向死難者同家屬送上祝福同慰問。ONTV 東方電視新聞台報道。